为了让继续的好好过年，由领袖广播电台甲虎城之声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寒冬送暖，一做就是20多年。16号上午对9点开始，要领出物资的热势已经排甲热长，嘛好志工无闲甲手无停过。不过大家拢欢喜心，无私奉献，因为做人上界快乐。来哦，好啊，有哦，有哦，哦，看后边个哦，来欢喜了，哇！每一当伫虎城之声台上指明爱心捐款抛砖引玉，嘛带动侪听友甲企业热情相挺。所捐款物资包括上届实用的白米、沙拉油、高丽菜、豆油、鱼酥等等，将办公室到顶仔骹每一个角落拢堆甲满满，嘛互受助民众声声感谢。感谢伊的好心，来对这的弱势这照顾，感谢。心真的很好，每一年都这样子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物资吼，拢是由着阮的听友吼，大家自发性来做爱心，这已经维持吼20多年啊。阮每一年吼，拢会准备差不多1000几份的物资吼，来帮忙着这比较过了较困苦的人。该爱心行动将连续2天交付下继续的好的资格，对上午9点到暗时8点拢会当领，预计帮助上千名。而且今年嘛动员电视信赖台湾自由会，而且还有总统热情的红包祝福，互因伫寒人感受各界温暖甲关怀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